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7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8篇第1节到第6节，43节到5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23章14节到18节，哥林多后书第8章16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工。明天我们会谈到帮助者。帮助者我们都知道就是上帝，但是基督徒或是蒙受上帝恩典的人要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换言之，我们都要成为上帝爱的同工，来帮助人，使人得益处。大卫虽然被撒母耳所膏抹了，但是他却甘心乐意的成为扫罗王身边的帮助者。他帮助这个扫罗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，帮助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打赢胜仗。但是因为扫罗的嫉妒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那大卫的帮助就被他看为无物，而想要追杀大卫。大卫只好退到旷野去躲避。撒母耳记上卷23章14节到18节提到一件事情，大卫继续在西弗一带的荒野躲藏，扫罗一直要在寻索他，但上帝不把大卫交给他。大卫明明知道扫罗决意要杀害他，大卫在靠近西弗荒野的哈列的时候，约拿单去接见他，鼓励他要依靠上帝的保护，对他说：不要怕，我父亲扫罗没有办法害你，他知道很清楚，你将来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，而我的地位仅次于你。两人在上主的面前重新立誓，结为生死之交。大卫留在哈列，约拿单则回家去了。大卫与约拿单彼此成为了生死之交，彼此成为帮助。在教会的当中，同工彼此的关系其实也应该是如此的。透过上帝的爱，透过同工彼此的爱，成为彼此的帮助，在教会当中同心的服事。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书信当中提到了教会同工，也特别提到了提多与另外受派同工的关系。哥林多后书8章16节到24节，保罗他这样说道：感谢上帝，他使提多跟我们同样热心协助你们。他不只是为了我们的鼓励，也是出于自愿，更热切盼望到你们那里去。我们另外派一位弟兄跟他一道去，这位弟兄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为各地教会所尊重。不但如此，在我们为主的荣耀而进行的这件善事上，他被各教会选派做我们的旅伴，也表示我们大家都乐意援助。我们经营这一笔慷慨的捐款，始终非常的谨慎，免得引起人的挑剔。因为我们定义做善事，不但在主的面前是这样子，在人的面前也是如此。我们选派另外一位弟兄跟他们同行，这位弟兄经过我们多次的考验，我们知道他在许多事上热心帮助别人。现在他深深的信任你们，更是渴望去帮助你们的。至于提多，他是我们的同伴，
在协助你们的工作上跟我同工。另外跟他一起去的2位弟兄是教会的代表，是基督的光荣，所以你们要在各教会面前证明他们的爱心，并且让教会知道我对你们的夸奖是没有错的。帮助者要得到受帮助者的信任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这样的关系才能够促成教会里面的事工，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提供帮助跟服事。同样的，保罗也提到了甘心乐意的提供帮助，或者我们应该是说甘心乐意的奉献心力。诗篇18篇第1节到第6节，43节到50节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我多么的敬爱你。上主是保护我的岩石和堡垒，我的上帝是掩蔽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盾牌，拯救我的力量，是保护我的要塞。我向该受称颂的上主呼求，他就救我脱离仇敌。死亡的绞索环绕着我，毁灭的激流冲击着我，阴间的绞索环绕着我，坟墓的罗网等待着我。在困苦当中，我呼求上主，我呼求我上帝的帮助。他从圣殿听见了我的声音，我求助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。你从背叛的人民当中救了我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。外族人民也都归顺我，他们一听见就服从。异族人都屈服在我的面前，他们丧尽了勇气，恐惧站立，走出他们的雷营。上主永远活着，要颂赞我的保护者。上主是我的拯救者，要宣传他的伟大。他使我胜过仇敌，他使各族都降服我，且救我脱离了仇敌。上主啊，你使我制服了仇敌，你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因此我要在列国中颂扬你，我要在歌唱来赞美你。上帝使他所立的王屡次得胜，他向所拣选的大卫和他的后裔永远慈爱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者，除你之外我们无可依靠。感谢主，也呼召我们成为服事的仆人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同工，一起服事，成为彼此的帮助。求主你帮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服事，彼此成为的这个帮助者，来荣神益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